2025年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，扎西德勒。나도 사바 탕상 나도 그랬다 뭐 숨이 쫄들 봐 도상 예수 니께랑들이 기로니 코닝아루 로사로 나온다 남바 사마 정수 개동 제발 남고 다시 제라大家好，我是中日常务的博儿，在这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咱们看早，把这有点成绩，这里看到了罗斯娜扎西别同学。
郎生个家都亲切的有呀，郎生个家都亲切的有呀。你接到不？去年是今天你接到不？你们还是你们4个人？你们4个。去年是今天，12月31号。去年只有31号的。记得哈。还有很多有些人没来那天晚上，因为是跨年夜嘛，因为成都那边因为呢太古里和那个金融城那边有那个倒计时那种。以前春熙路人太多了，后面警方就不让聚会嘛。那边说人太多了，怕发生那个踩踏事故那种。以前韩国不是离太远的，只是才说200-300人嘛。手上刚出这个衣服，我远处看过，以为是那个，哎，也跑了，啊，这啥？
这眉毛，浓眉大眼的。再看大一点吧。你不去跳舞吧？罗尔桑拿好久没，他在第二圈起头，他刚刚在第二圈，他在后面。他开服装店，现在他的服装店名字叫欧姆的服装工作室。哎，我以为我进去之后咋的叫这是罗尔桑拿那个人，我以为是欧姆的呢，他说不是，他名字改了。看到三兄弟。You're
沙漠啊。跳啊，都不得放音乐的，直接跳。昨天跳过的这个。在2025年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，扎西点嘞！南巴萨巴看上，俺们这个项目从没转正吧，都上业务。你点上的你，记录你过年啊路，多少人弄的南巴萨巴，装修不改动，先把南哥感谢了。非常好。哇！这一起说了，辛苦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非常好。安培，要入发品哦，谢谢啊。新的不是新经过，啦新的不是新经过，我啦家的不是呀经过，小给的不是给几张说啦。不是经过，啦现在不是经过，我啦家的不是呀经过，小给的不是给几张说。对，这路上有藏语，小楼有普通话。经过，啦新的不雨是经过，我啦家的不雨呀经过，我手给的不手给起扎说啦。
路呀木拉车，熊走路呀木